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11月1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3篇，约伯记25章第1节到26章的14节，约翰福音第5章19节到29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永恒的生命。前不久在主日的信息当中，牧师以这个信耶稣得永生来就这个宣教标语来谈到耶稣基督给基督徒以及教会的一个宣教责任。就对个人而言呢，我们知道在信仰里面我们要追求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永生永生生命的应许这是基督徒一生的职责。那我们所追求的不仅限于这种短暂的生命现象，眼前财富的满足，而是要追求那个上帝所应许的永生。今天的经文约伯记第25章第1节到26章的14节提到了约伯跟另外一位朋友苏亚人比勒达的对话。经文这样记载，苏亚人比勒达接着发言，上帝有大全能，万民要敬畏他，他使天上的国度和平，谁能数算侍奉他的天使？有什么角度他的光照不到？在上帝面前谁是正直的？一个凡人能够纯洁吗？在上帝的眼中，月亮没有光辉，星辰不算皎洁，何况那如蛆虫的世人，人在上帝的眼中又算什么呢？约伯回答，你对我这个无能的人确实给了不少的帮助，你对我这个无力的人竟大大的加以救援。像我这样愚拙的人，你竟给了那么多的宝贵指教。然而你想，谁会听你的指教呢？究竟谁感动你说出这样的话呢？比勒达发言，在地底下的水和其中的生物都惊恐，阴魂也都震惊站立，阴间在上帝的面前显露，冥府也无所遮蔽。上帝铺开北极的天空，把地球悬挂在太空。上帝把水注入在密云中，使云不因水的重量破裂。他遮蔽了满月的面貌，把云彩铺在上面。他在海上画了地平线，使光和暗隔开。他一斥责天的支柱，他们就震惊站立。他的大能平静了大海，他的技巧击倒了海怪拉哈伯。他吹气洁净了天空，他的手击杀了奔逃的海怪。然而这不过是上帝小事全能，不过是我们听到的微声，谁能够测透上帝大能的威力呢？约伯专注于自己的苦难，完全听不下朋友的劝说。虽然他的朋友们所说的不见得是那么的顺耳，但也都是真实的肺腑之言。只有顺从上帝的全能之下，人们才能够领受永恒的生命。耶稣在面对犹太人对他在安息日医治人的事情提出了指责，后来他就继续的讲到上帝的权柄，以及上帝所赐下的医治全能。只有尊敬圣子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表达他们是敬畏上帝的心，也才能够得到上帝所应许永恒的生命。身体得到医治这样的神迹，其实是一个短暂的现象，
但却是一个让人能够透过这样子来认识上帝的一个管道。但是更重要的是领受上帝的救恩，追求并得到永恒的生命。约翰福音第5章19节到29节，耶稣基督这样子的提到。接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郑重地告诉你们，儿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看见父亲做什么，他才做什么。父亲所做的，儿子也照这样做。父亲爱儿子，把自己所做的指示给儿子，他还要把比这更重大的事指示儿子，使你们惊奇。父亲怎么样使已经死的人复活，赐生命给他们，同样的，儿子要随着他自己的意思赐生命给人。父亲自己不审判任何人，他把审判的权都交给了儿子，为要使所有的人都尊敬儿子，像尊敬父亲一样。那不尊敬儿子的，就是不尊敬差遣他来的父亲。我郑重地告诉你们，那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那一位的，就会有永恒的生命。他不至于被定罪，而且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郑重地告诉你们，即将到现在就是了。已死的人要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那声音的都要听到声音的都要活过来，正如父亲本身的生命根源，他使儿子成为生命的根源，他又把执行审判的权柄赐给了儿子，因为他就是人子。你们不要为这事而惊讶，因为时刻将到。现在在坟里面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而且要从坟里面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命，作恶的复活被定罪。诗篇123篇。在天上掌权的上主啊，我仰望你，正如奴仆依靠主人，婢女依靠女主人。上主我们的上帝啊，我们仰望你，直到你怜悯我们。上主啊，求你怜悯，求你怜悯我们。我们已经受尽轻蔑，我们已经饱尝富足人的戏弄，受够了骄傲的人的欺凌。恳求慈爱的主帮助我们生活在生活中有智慧，能够知道主的权柄，学习谦卑顺服的领受上帝永恒的生命的应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